台湾查甫艺人闪做兵的争议继续在加，男团 Energy 成员昆达伫咧今仔日登到台湾，检方就随家躯提到案。内政部长刘世宏表示，已经启动修法，未来这做兵的体检会配合健保的记录，新的标准按照明年4月就会实施。伫无啊，伫镜头一直讲多谢，其他拢无加讲。男团 Energy 成员昆达牵涉闪兵案，本来伫咧加拿大做外景，由港团的成员透露背衣，坐飞机登来台湾。除了打算面对错误之外，没有说别的选项。他非常的积极，马上就订机票，我也陪同他返台。人登来了，一行做候机室，警察随提股票来，检察官当场具体告案，由警方押回永和警分局，命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演艺圈第3波闪兵案继续侦办。内政部长刘世宏讲，有113个人涉案。平常的时候血压都正常，那为什么要征兵检查的时候血压突然窜高？哈，那这个部分呢，譬如说国防部他们有提出一个想法，就是说如果他有这种状况，提出复检的时候呢，可能要求他住院，好，让他知道说他是不是刻意去吃药。刘世宏讲，民国112年，越南免疫率有到16%，对照健保无可能接悬，也比对南韩甲新加坡的免疫率只敢若5%，所以要求提悬免疫的条件，加严体会判定标准。以后体检会配合越南的健保就医记录高科。高血压哈，还有增重、扁平足哈，视力都是在这一次啊。这个由地检署他们发动要侦查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假的病例啊？会把这个体位的这个标准或者是检测哈，不要出现漏洞的部分，会给它补齐。针对艺人开钱做假病例歪做兵，以前大部分拢是立罚金就无代志，和社会观感无好。调查针对替代役实施条例提出修法，将上架的刑期定做6个月。主要整个大方向基于这个兵役的那个公平性来讲的话，我们是站在支持的一个部分啊。只是说在一些刑期它那个设定上面，我们这边再跟内政部再做一个研议。刘世宏讲，妨碍兵役治罪条例是国防部主管，行动的修正加国防部采取同款的见解。对此，国防部表示支持，开始跨部会研议修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